咁我哋睇下個日經如何好嘛？好，日經咧，之前我哋一路都講緊話，哇，希望佢能夠落到4萬點啊，嚟緊咁啊，上次都形成咗一個少少嘅頂部啦。咁而家呢個情況又如何呢？好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唔緊要。而家嘅走勢咧，同美股差唔多，係啊。咁其實咧，做呢啲我叫做計劃咁樣去做，有計劃地去部署嘅咧，佢唔係有時間好多時候啊會出現咧。你入咗市啦，做咗譬如而家目前係沽咗啦，佢未必一時即時會跌落嚟。咁但係咧，整體咧，我哋要睇整個層面嚟睇咧，個經濟啦，因為個市要有幅度嘅上升，當然要個經濟有個明顯嘅進步啦。好似日本嘅經濟有顯著，佢日本股市拉升上去噶嘛。即係除咗有好多事啊，譬如資金市啦，不斷有資金，由於供求嘅關係。求過於供，令到啲股價或指數咧會大漲小回咁出現。係。咁相對嚟講啦，相反啦，供過於求咧就會急跌一個小反彈，即係浪比浪低個情況發展落去啦。咁而家日本咧，日本個股市已經去到而家咁個高峰啦。咁我簡簡單單咧，從個日經指數睇到咧，從3萬點鬆啲升上嚟，而家4萬5都升到差唔多。50%啦，咁最重要升到50%之後嘅現在咧，我哋睇到一樣嘢就係咧，佢經濟真係唔係好好嘛，同埋咧，佢由而家年底以至2026年，佢不斷接受好多不同嘅挑戰，例如啦，選首相啦，選嗰個黨咩黨？黨魁佢呢叫黨魁啊，日本都叫係啊黨魁啦，係咪？佢嗰個5500億。係咪應該順利去交到美國手咧？由美國人去決定咧，操縱咧？咁又或者佢個零關稅係咪實行得好好咧？即係諸如種種咧，太多不確定因素出現啊！特別而家去咗30年期，仍係企住3.1厘以上嘅水平，喺我哋睇叫高㗎啦。喺目前嘅階段，你睇到一樣嘢就係美國息口向下啦，而日本嘅息口向上啦。個息口嘅息差一來一回。形成咗乜嘢咧？日本息口向上，因為通脹關係；而美國息口向下，個息差收窄咗啦。咁呢個息差收窄係對日元有利嘅。咁日元強咗又會點考慮咧？咁啊死啦！佢出口嘅喎。係啊，所以咪有啲我哋要連鎖性咯。係。咁又再加上佢哋嘅國債呢排拍賣得唔係十分之好啊。明白。而家3點幾厘息，如果拍賣緊再唔好嘅個30年期嘅殖利率再往上升嗰時又點樣咧？跟目前我哋數出嚟嗰啲咧，即係目前日本嚟講咧，個經濟冇一樣係特別令我哋滿意嘅。明白。係咪？咁故此咧，喺而家升咗50%嘅今日45000點，我哋建議咧急流勇退。而目前要揸咧，好多可以揸嘅，揸車都可以揸，就冇揸美股。揸車。冇揸美股啊，揸日股啦。好多嘢揸㗎嘛，係咪揸船揸車得？點解一定要美股日股咧？係咪？你寧願等佢真係出現咗個健康嘅調整，或者出現一個合理嘅博弈個數字，風險報酬，你知入市都可以㗎嘛？啱唔啱啊，祖哥？啱啊！即係而家嘅值博率非常之低啊，啱唔啱啊？咁啊，你買佢升嘅話，咁啊，即係自己要睇住啦嚇。OK，好啊。咁啊，日股有冇嘢補充先？日經冇啊，大家了解咗我哋嘅睇法就咁得㗎啦。